大家好，我是古江山，在小绿和小蓝动画第2季当中为辉宇配音。我觉得其实还挺特别，而且挺有趣的，就是感谢甲方爸爸们能够选择我来为这些非人类的角色配音，然后也不知道看上了哪方面的特质吧，就是感谢，然后那个帮我拓宽了戏路，然后也让我知道了我有这方面的可能性，谢谢。他会说：“教授别生气嘛。”他会这样说。小绿和小蓝动画第2季制作更加的精良，而且故事呢也更加的丰富了，而且辉宇和永乐的戏份也越来越多，所以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在7月12号登录哔哩哔哩来观看小绿和小蓝动画第2季。